你的右手来，再将左手举起来，前前后后闪一闪，让你的心门打开，把你头儿转一转，再将腰儿摆一摆，左左右右摇一摇，轻松自在又逍遥。弯下你的膝盖来，咱们用力跳上来，上上下下动一动，跟随动作像恐龙，把你屁股拍一拍，再将双手展开来，靠近左右分左跟，手伸平盘。